时啊，讲啊都睇啊，就走正常人的生意啊，比正常球鞋啊，读高中啊，什么有去旗帜学校读啊，读毕业不是就是讲同一般生意来看睇啦。我踢输啦，我踢讲啊，要做生意个，你个样的，做摊点生意是啊，就一种不正常的环境，长大，态度就安尼。啊，一路行了一下，也个认真啦，我嘛要求管太呀来啦，就比较顺其自然。从炳几岁开始才发现他有这个状况？一出生就检查，生了差不多4、5年嘞，神经功能神经有问题啊，就太大了，检查确定唐氏症。当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心情一片空白，真的就第二有确定了，有确定了就能够个特殊的两模了，就一般他们来工作比较正常的小孩子。当然也艰苦啊，伊学习也咁慢啊，我聽正常嘅生意你冇可能啊，聽也聽唔到啦，然後另外塑造一個很適合他的環境，我覺得太安尼啊，有錢安尼今仔日，很細個，安尼社會福利還沒做過，你講胸大要係，你買皮胸啊，胸起來啊。他都会自理，只是有种的小孩就够被动啊。叫他做一，他就做一，他不会给你想到吧？不会凶悍的正常的你讲会举一反三啊，隐瞒的。反正还没做那动作就做某一个动作，他就固定一个动作了，隐瞒该改变。按讲，要从生对数理方面共同观念啊，但是你高一时间，你高一做的好是，有个认同做，个认真做啊。以前很过世个，因为也学校，台南旗帜班旗帜学校，每天都来这边拜拜吗？毕业呗，高中3年毕业呗，洗茶呀，洗茶终究啦，也许对安尼讲无兴趣，也许没也兴趣啦。想讲跳卡闲闲有闲闲的，你无嘛来好。好比个虫啊，做唔得咪我蛮好比做，他就你妈妈多。当时他在岐山国中飞速到他国中的时候，岐山国中里就有陶土班啦，做还有兴趣啦。后卡在曾老师啊，以前有去岐山嘛，多给他结种，伊多有些开课，开课伊都是给他喊了就说看你对有兴趣，捏土啦，拉胚啊，有兴趣啊，就比一次就做好个多点。他说我们小孩子讲唔会安尼啊，讲唔会有心机啦，这种小孩子个随便嘞，随和啦，我个心情唔会讲，你吃饭正给你有同个彼此啦，有饭彼此嘞，你就应该讲，他就满足。欲望也求那欲望那种求正常的要做什么，想要做有反正蛮牛肉的多那种小孩蛮牛肉的多国际脸孔脸都差不多外国人没相同的因为唐氏症的小孩大概就这种脸孔就笑眯眯的那种也不说以前可是给他幼稚园，去正常班，读国小1年生又跟不上，正常。那你另外讲，也素质观念过理解力够差，不知道你到底没有谈很多时间就可不可以传出来带那样旗帜班那样，是吧？因为其实可是个是就第一，就要从生年。等下从生年时间，你当然莫讲硬塞莫给他面子，带正常班，变做可以可以个生年谈那么多事，人家你正常人的想法，谈那么多事没会自卑的，就一直都搞些美容国小旗帜班的，逃岐山国中，他
台南的气质现象，就安尼。哦，对你个友善的，我甚至看他脸孔，你没讲跟你们心机的，自然而然的小朋友会，从来以后都是从有正常班啊，好美容国小，没有正常班的，七川国中也有啊，还不至于讲有不能去，都跟现在去叫他在去马上同啊，每年去叫他在去彩路上，这给他中正路啊。几乎大家都认识他，他会跟人家打招呼这样。以前对生年们对小孩哈，我们过一个严肃，其实要没啦，其实也有会帮助的。像给你啥，后边好像给你啥什么诶，像很难要诶。你开始个差不多2、3个月了，不来带你会带一些，自然而然他也比较有爱心，他不会说出来，他不会去欺负人，也不会跟人家计较啊，也比较有耐心。是有该从来都在身外相关的一些，既是2、3岁，开始跟家长，他说你身体上班，我就带，你我带你啊，带你有空下去啊。自己叫他起床，然后体力多，才会不能出来。结果反正有种小孩子就会很心，也会有那种感觉，已经够好了，你承认了事实。有几万个上天给你这个，也许他给你开了一扇后面的门，原来你光玩通俗，也许某一件事情对你来讲。嗰樣嘢，佢錯，咁後來就從來開始講過嘅，啲爭吵開始修，慢慢的帶大。我們對一個太陽的期望是不可能的。那就講跟你平常你的聲音來比我叔婆搞個聲音嗰度，會做壞事嘅嗰度啊。退後步一想嚟，你還比一個火。最基本最起碼的，你沒做壞事嘛。這是那你一個消極的想法，既然生下來，不用特殊的眼光，也不用特殊的方法去教，只是慢成長，讓他學什麼，他要說什麼學什麼。我不覺得，也不覺得說他有比較特殊的對他，或是說他帶給我們什麼困擾。還不是一樣。當然以後我們不曉得以後的事情。之前我們太平山很出來事情，看看你盡量比最後比最後，有人買的有比有買，其實也要求也很低，也不會說很高啊，對不對？從來功夫，但是小孩子你只有當比色，你的環境比成長。而且也有希望，要求的要求的很高，就看我可能。你今天不同人，你要某一个同学会报什么？我想这也不用了。现在最正常的小孩没什么能学吧？把他养大了是我们大人的义务吧？你今天这个你要谁都不知道，都没有办法预测。其实你讲离开那个视线就我舍不得也好，我们出去赚过多钱，也许1万多塊，但是也生活環境呢，要考慮啊。因為你明天的上班下班，你的路線他已經習慣了，你突然間萬一的生活環境。他要去適應，不是說那你人家的你過的水平，就送水那個以外，面包那要面包製造面包的那社會很少得到，也許得到了金錢1萬多塊，他們上班1、2萬塊，但是也是冇品質。就不高，
从哪里讲？从哪里讲？奢求，就是平平顺顺、平安长大到老，到时候我们没有自己。叶炳呢係貴種咯，佢下睇其實貴種都高，從1年生高到3年生，阿姨做事情哦，我買一些按部100億元，做事情貴認真，雖然我慢，我貴認真，不過教育嘅東西貴認真做，阿姨如果記得貴清楚，那個先做，那個後做，咁記得貴清楚。不過而且其實貴種家人嘅比賽，我用家呢。身心障礙記憶競賽加比賽，結果好2-3敗天。後來去台南啟智學校，我這家落喺台南啟智學校，家都中斷3年。後來畢業，後來在高雄嘅台南學校工作。後來也拉俾嗰條動作，嗰條比較好搞，而那個人更加。聽下憨兒窯天煙我拉嘅，呢邊算唐氏症算會強，不過也動作那個東西仲會練，也你講你咩記憶會清楚，係看按圖嘅唐氏症呢，看到呢邊呢唐氏症算工作，雖然動作有好慢些吧，唔會關鍵。認真學，認真教嘅話，記得貴清楚。記得貴清楚。雖然學咁慢，唔會一定記嘅。你可能學一遍，也可能學10遍，也會記。雖然動作慢，唔會做慢嘅東西，做貴認真。不過做嘅東西哦，貴精緻。我有擺帶去推動下去算教學。去擺講水鏡、一間房鏡，看到一點搓牙齒水弄改變，怎麼100億，怎麼一個動作一個口，人可能爸爸媽媽教育改皮啦，水摸嘛個怎麼記得清楚？不過也成發哦，一早晨就學啦，所以按部就水摸，你動作怎麼軍事化樣嘅。一晃，慢慢的做。不過也個性會奇妙。他們看到也長相，非常明亮，阿姨不會曬奶。去聊去講話啦，去聊啦，還有個客人來去聊天去講話嗰度，如果記得清楚，還有客人來聽100億有議論，有個曬奶啦，講話嗰度。不過也個性上會奇妙，會活潑。他們不是把不被動是吧？不過nhìn下主動聊天，以為對我種聲音呢，咪嘅人咪嘅因為中國有種唐氏症嘅而且講做超音波啦，還有發現都市地方懷孕有唐氏症嘅一啲觀念因為一種東西都雙體本來的本來的。我等於學心用去愛，不過人哋台本唔可以墮胎。不過台灣呢，家用冇用，啱到唐氏症一定會墮胎，一定會拿嘅。不過我見人哋觀念啊，因為唐氏症懷到唐氏症呢，雙體交用去愛人嘅，雙體用交用。不過唐氏症呢，生人哋一樣，一定要用愛嘅，一定要用愛。你大姨啊、媽姨啊，都對一些影響。不過我慢慢的用愛是慢慢的教愛，同樣的以愛以回歸本來咩樣，也愛咩歸慢，歸強，歸長久。不過你是以嘅，你講有得言下嘅，你是以嘅，與你聊天，與你做乜嘅，與你互相關懷，拜，第一拜去100億嘅。不過嘢嗰種愛歸免疫，歸單純歸記嘅啫。開始教學可能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他們可能到一定嘅程度咧，你想去突破都歸困難。但係教育所呢條嗰種要啱啱做，不過嗰種東西啊，人哋講我買都會發現，台本人哋好買都人搭配，做化工、做畢業啊、做化。
暗过来搞一搞都一个想去突破，因为拉背起来拉暗过拜拉都一个发平的，差不多10公分左右。俺想去攀吧，做一个太发平的都冇办法，俺要搞都冇办法，俺搞呀最重要的讲可能多一天的相处时间啊，想去突破都会困难。去搞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哦，如果買只唔夠嘅下嚇，一鬼健身，因為每個動作啊，我係固定落，哦，固定落嘢都拜都人做，我睇人做。嗰種中間搞唔會搞差嘅一個步驟，因為搞差哦，一學起來變一個習慣，亦唔可以改都會改。哦，嗰種係搞，慢慢的冇急都按步驟辦啦，一個動作習慣也在換另外一個動作。慢慢的差不多半年都有辦法，有辦法拉嘅。當攏是要咩嚟搞嘅？就是對於個人客啊，個老顧客要咩啊，都要改好，佢上次嚟互動啊。有一擺嚟可能拿到一個木頭做嘅梁嘅花紋嘅煙嘅，擺喺煙咧，看到有個佢個梁，有想到做一個龍蛇，都搞一邊做一個龍蛇。啊，不過有個東西，都唔認客。互動之間反做的，嗰種人慳咗有嗰度東西都講，有啲人頭，因為可能用做過的，就會搞一點做，嗰度東西都係人頭，一點互動加產生的一種作品。因為我哋必須我哋體力有限，必須一天要吃大了，我哋摩擦一轉，不說以前有壓力嘅對吧？因為我錯到呀，差錢都會多呀。一個專查嘅對吧？所以咧，加咗因為目前咧，個發查程度都係陸續，嗰度更加屌啦，太不能。咁啱你療程會唔會做？這種身心障礙冇一搞個賺錢嘅啦，係你冇療程都歸好，係你冇身障翻工政府會補助啊，冇一點身障啊，多一萬嚟療程，係你冇身障翻工再冇療程。高一點點就好。一直想画一个，还是想加油站。对啊，每天都有。有快吃的，要搬丢丢啊！有啊，衣服拿起来就露点了。你给我抗议！这边有女生啊，胖胖你在干嘛？你在偷给人家看的啦。炳婷，你今年几岁25。那最喜欢烧什么东西？作品，那是有什么作品？杯子、碗、鞋子。那你最喜欢的运动？喜欢运动，跑步、骑脚踏车。那你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什么？节目是《神经妙帅刘伯恩》。为什么？我最喜欢。那最喜欢美容什么地方？憨儿窑。为什么？喜欢。你最喜欢剪什么东西？明星。明星。
啦，做你啦，做啦，做大，做大，这个大家都是要对待的，安排安好的问题。